这座山呢，在清朝的时候，古图上就已经记录它的存在。那原来有3座山，那随着市区的发展，那现在最明显的就只有这座山了啊。在日本时代，也是我们成功国小小朋友远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有历史的影像。那这座山承载了非常多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忆，那也在我们水交社里面啊是一个亮点。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市民呢，能够到桂子山这边来哈，登高揽胜。那一方面也可以回顾过去我们整个府城的一个历史的意象。那大家也可以往西看一下，尝试的我们看向海边啊，因为在日本时代它有一个地名叫做细涧之丘，也就是说在这个丘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潮汐。我们找到最早的旧照片就是1938年，然后明治公学校的小朋友。他就是从市区远足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凉亭呢，都是通透的，只有柱子，每个角落呢都是3根柱子，非常特别的一个通透的一个凉亭。屋顶之上的平板有一个三角点，那个地板也有一个三角点，是当时候日本人就是在这边当作是一个测量的一个点，然后连勤的测量点也是设在这个地方。当初在那个桂子山还没有整治之前。整个山几乎都是流浪狗盘踞在这个桂子山上面挖了非常多的狗洞。经过这几年以后，桂子山的整治已经好了以后，我本身在我们关怀祭典也带我们大城里的长辈，将近40个人来桂子山参观。我们由后面的无障碍到桂子山的上面，到上面以后，由桂子山的上面。环顾四周围，每一个长辈觉得非常满意，也觉得非常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知道，水交社过去在台南，不管是在国防以及这个我们地方都是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很多历史上保家卫国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在这里面发生。另外，除了水交社文化园区之外，我们也把这个地方那个桂子山整理成一个非常具有历史特色的景点。那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在春节的时候或在平常就可以来这边，不管来水交社眷村的店来消磨一整天或一个下午，或者是来桂子山爬这个台南府城第1高峰，这个是网友的戏称，但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有历史文化的意义，有休闲产业的意义，欢迎大家来桂子山。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1月24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为了推荐安南区的美食甲景点，安南区长魏文贵亲自带路来到苏古堡渔港边仔的海产餐厅。虽然餐厅只是铁皮仔厝，不过现点现捞的上鲜海味，介绍实在，互一人客一食就成主顾，连外国人拢知影来高官。加上附近也阁有侪景点，邀请大家过年的时阵来行村食美食。真侪人拢知影安南区有2大妈祖庙，不过这间位伫四五堡渔港边的妈祖庙餐厅，才趣味运用谐音，吸引大家好奇的眼光。别人前接手经营的头家，无将铁皮厝特别装潢，伊在意的是清气，用开放式的厨房，卫生看得到。重点是渔港的优势，每一天将本土上鲜的海产渔货伫遮进餐厅，现点现捞啊，现抬现处理，加上介绍实在，互一人客好康到小报，连外国人拢来交关。We live in Ohio. First trip to Taiwan. The food has been excellent. Very good. 所以第一次来，就带他们来体验一下比较特别的台湾海鲜料理，这样。是因为这边也比较靠近渔港，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现捞的，就进来就马上煮熟，所以对我们来讲比较在地的口味。我们这边离海港很近，那我们这边本身就是台南市的产销科班。
那我们这边的鹅啊，跟东石可以媲美。我们吃的就是实在，不是在这吃所谓的装潢。所以说，希望这些饕客，有希望尝鲜的，可以到妈祖庙来一趟。来遮用餐，除了招牌一马海参梅等满满海味，毛过年当带出的蚵仔，做成手工蚵仔面线等古早味，以及早期珍贵的补品鸡仔、猪肚皮等手路菜，加上头家佮像朋友同款的招待，迄款人情味，互人一食成主顾。当然，提醒要食好料，一定要提早预定。东西新鲜，越简单做，它就非常美味。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有一些秋肉菜，那这些秋肉菜可能在部分我们的菜单看不到，但是季节性的时候，我会强力推出在我们的网站，我们都会公告，那欢迎预约预定。为了行销安南区，区长魏文贵嘛专工来推荐海产餐厅之味，同时一并小解附近的景点，邀请大家过年期间拢来行村安南就这样玩。嘛是用咱在地食材所制造出来、所做出来的一道道佳肴、一道道美食，真的令人垂涎欲滴。那再配上呢，咱安尼这个view看出去，就是四福堡渔港。那整个用餐的心情，再搭配相关的周围环境，会使讲互人心旷神怡，能够非常轻松的品尝美食。伫咱妈祖庙餐厅的附近，有咱的鹿耳门天后宫，然后还有我们的正门宫府城天显，就在鹿耳门西口。那也是郑成功每年办理郑成功都登陆的活动的地方哈。那市草大众庙旁边就是闻名整个国际的我们的市草绿色隧道，这个都可以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在春节期间呢能够来到安南区来体验我们好玩好吃。伫餐厅内看出去鱼港的景色，亲像天然的100度，每一工拢无共款，嘛是用餐意外享受。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为了感谢第一线基层环境的辛劳付出，立法委员林俊宪在春节期间特别前往第2分局中正派出所，亲自送3组围炉菜，向警察表达敬意甲感谢。警察是社会安全的守护者，尤其伫咧年节期间，经减回去繁重勤务，让市民会当安心过年。立委林俊宪过去议员服务处，拄好是伫咧中正派出所的下内，因此今日来到中正所来慰问，让春节期间伫所内附近的同仁，嘛当感受到过年围炉的气氛。春节快到了我想今天应该要来看一下我们最辛苦的警察同仁他们是全年无休，365天。1天24小时完全待命尤其在春节时候呢在市区更是外来人口最多了观光客啦各式各样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到我们市区里面最有传统的第2分局中正派出所来跟我们的员警大家聊聊天看一下，我送一点小心意了给大家加菜然后也感谢一下我们派出所的志工尤其我们所长，我一来看他们还一面忙着宣导防诈随时随地都来上班，都来工作这种精神我们当然也很感动那也希望祝我们的警察同仁大家在岗位上在春节时候，我们特别应该要给他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和感谢。警察局第2分局长刘一忠以及中正所长沈振兴也代表全体员警向林俊宪关怀表达感谢。谢谢委员在百忙之中抽空来跟我们加油打气。那在这边也代表2分局祝全国的观众新春愉快，全家幸福美满。结束中正派出所的慰问，委员林俊宪随即前往消防局中正分队，同款嘛是送3组的年菜，感谢消防人员牺牲假期，全年无休困，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林俊宪赞不赞？台南市东区中文里伫每一档旧历春节进前，拢会举办大型进行活动。今年更结合公益，发动里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赠物资帮助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农历春节就要来到，台南市东区中文里
伫每年的春节进前，拢会举办大型的健行活动。对着活动中心来出发，一路经过台南副都心的计划区，来回大约2-3公里。今年大约上千人参与，除了顾健康，另外里长还佫发起公益的活动，有着里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捐赠物资来帮助老性麻痹之友协会。今天是我们崇文里办理健行的活动哈，那同时我们也举办了崇文友爱送暖友情，募集物资来赠送给脑麻协会的活动。那也希望透过我们里内的里民，大家一起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家里面我们有一些可以使用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询问过协会这边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哈，透过大家的善心力量，那把我们崇文里的爱一起传出去。首先呢，我先感谢那个崇文里陈里长哈，一直对我们脑麻协会的关心与赞助哈，因为也是刚好去年有结这个善缘啊，今年呢又可以持续受到陈里长的关爱哈，还有崇文里的里民来为我们脑麻协会的朋友呢做一些善举。伫个活动捐赠中，包括议员曾子杰、詹培雅、蔡小薇、李宗林，甲着王家珍嘛拢到场，以及立委陈廷辉服务处的执行长蔡宏全，甲着公所的民政科长，伊嘛用行动来表达对社会福利团体的支持甲感谢。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县郭清华批评台南区农会有乌手，为着终结世袭垄断，将要甲42名改革派候选人参选击败台南区农会改选，同时呼吁主管机关农业局爱监督，确保选举公平公正。议员郭清华痛批台南区农会现任的总干事因为涉嫌不法被起诉，连续2届到农会来抗议。现在农会2月15将进行改选，议员上午伫个改革派候选人的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除了公布41位要来参选农会代表，另外嘛有8位要来角逐理干事，以及推出总干事的人选朱玉芝。咱新的改革团队咧吼，已经成型吼，咱有推出8个理事吼，咱希望会当摕到理事长。甲摕到7位咧理事安尼咱有40即个2位咧代表选出42位的代表嘛有一寡无竞选的差不多伫个10几个小组愿意来甲咱配合我相信咧即回推动农会选举的改革咧咱绝对有信心会当来得到到最后咧咱农民的支持顺利咧来推动台南市区农会改革这个工作安尼职员的奖金的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违法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职场霸凌。我觉得这是需要组织需要改进、需要改革的地方。我希望可以让这个组织更透明，把农会应该要还给农民，要好好照顾我们的员工，然后改革农会，让农会可以永续经营，这是我的想法。议员郭清华表示，台南区农会对现任的总干事杨宪仁甲着顶一代联合掌控40多档，现在阁要传予后一代来经营。议员为了终结世袭甲垄断，特别结合改革派的人士出面来竞选。伫个竞选期间，改革派嘛感觉双方权力的无对等，因此除了呼吁农会员工爱保持中立，另外嘛希望主管机关市府农业局爱严格来监督选举的查核，确保农会选举的公平甲公正。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
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府城国宫庙六赏关庙门送神，等待29暝开庙门，迎接新年来到。参加的信众会当有小小的红包，其中台湾富兴宫庙特别推出66块招财之宝，西螺店是抽120个开运美金。虔诚参拜上香，烧化金纸，伫门口搭上封条，关心宫庙进行送神仪式。来到台湾富兴宫庙，中门嘛关起来，拢爱等到29暝才会开庙门。这个时阵来参加的信徒有红包通好领。66块的迄个招财钱母啊吼，爱拄有4个硬币，拄一个1块的，一个5块的，一个10块的，一个50的，拄加起来66啊。66拄今年生肖属6，代表66大顺。富兴宫送66块的招财之宝有吉祥的含义，同时也佫有10块的之宝，要送互来行村的乡客。关心宫是以较少看到20块设计之宝，不过上特别的是西螺店。当天会抽出120个，每一包6块美金的开运红包。因为阮是预计有1200个来。所以，阮有120包的开运红包。所以你也来参加了时，你嘛有可能除了有碰饼，有年年有余的吊饰以外，有平安米以外，你嘛有会得到开运红包，等于互你做钱无，会当互恁安尼吼，今年吼会当愈来愈好安尼。这个很祝福满满的邮票然后会盖上我们天坛的邮戳，纪念邮戳。搭配这貔貅貔貅守护神这样搭配起来。台湾手庙天坛是伫29暝初九天公生的时阵发放100块开运红包，总计2000份。同时，向中华邮政推出纪念邮票，去民众过年的时阵来到庙来行村祈求平安。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古里春节特别交流，新北市议员廖宜坤特别示范一道微微佮简单，真适合伫围炉的时阵，厝内人斗阵享用的5福海米羹，观众朋友会当学起来。其实这个还真的大家要试试看才对。对，没有煮过的要来试，才知道说老婆在家里准备年夜菜的辛苦。这里面有干贝、有扇贝，然后还有虾仁还有大白菜、萝卜丝等等还有笋丁这都是我们这道菜福气海鲜羹所必备的。将备料一个个放进锅里拌炒，加入高汤、太白粉勾芡，一道美味又下饭的5福海鲜羹就完成了。我比较本身不会煮，我就会建议大家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料理像我有做的这个就是福气8宝海鲜羹其实你只要一开始先把一些料都准备好的话，然后再逐一的把料放进去。那这后面呢，最主要是后面那个勾芡，勾芡在旁边一边下勾芡的时候，一边手就要搅拌。那搅拌的话，避免因为勾芡如果你不搅的话，它会结成块，确保勾芡没有结成块的时候，那它出来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形状。在三峡的一个很知名的餐厅，它今年就有推了一个年菜，其中有一个我非常喜欢，叫做麻香土鸭锅。那它呢是用来自北港正董的黑麻油，那再加上姜片呢一起爆炒之后呢，再加上特地的这个汤汁跟调味料进去，然后尤其是它这个鸭。它这个鸭是用30多种不一样的中药的料理下去调制而成的。除了自己下厨露一手，廖宜坤也请来了好友黄伟成，同时也是3英地区知名餐厅业者，为大家推荐几道特色年菜，让不善厨艺或是没有时间准备年夜饭的朋友，也能够享用到饭店级别的丰盛菜肴。年夜饭的餐桌上少不了象征年年有余的白鲳鱼，不同于传统的做法。黄伟成用利落的刀法将鱼身片开，裹上太白粉之后，再将鱼身叠成圆形。一下油锅之后，鱼的形状就宛如太阳一样，再淋上糖醋酱汁，就像一个火红的太阳，让大家新的一年红红火火。过年好，全家团圆的时刻不免俗了，我们就是要鸡鸭鱼肉来
好，来让大家好团圆的时候啊，能一起共享啊。像这个土鸡，好也代表说全家好给艺术，好啊，所以过年期间啊，好不管是我们啊酬神啊，还是我们家族聚餐，好一般都是会有好一个全鸡，鸡里面的菲力的部位，好我把它弄成有点像一飞冲天的飞天鸡的感觉，好也在过年哦有一个象征喜庆吉祥的意味这样子。这个是我们自己。好，用中药卤制而成的那个猪蹄，也有猪脚，这个现在的人啊很忙碌啊，平常可能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在做一些烹煮料理的部分啊，我们今年特别有推出，帮民众啊先预制卤好的，回去只要加热，然后简简单单又加个青菜啊，就是一道那个原蹄猪蹄的菜。鱼的部分啊，也象征了过年嘛。过年我们常在用的，年年有余。那我选用的就是白鲳鱼，白鲳鱼我把它片成像太阳的放射的感觉，然后又搭配上我们的糖醋酱，这一道我把它称为太阳白鲳，也希望说在蛇年，大家能更正向、更阳光的来迎接美好的一年。年节围炉少不了的鸡鸭鱼肉，业者贴心的推出了特色料理，让全家人在团圆之际也能够轻松的享用美食佳肴，开开心心过好年。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准备几道年菜唔免开真侪时间，嘉南区渔会推出围炉菜料理，请来饭店总铺师，用渔会海鲜类鸭肉来示范如何在短时间内底完成料理。就是要煎到两面焦黄就好了。其实它里面因为我们的壳没有剥，所以它的那些鲜甜的那些虾子它不会跑掉这样子。肥美的大明虾在铁锅里煎到滋滋作响，再放进大蒜爆香，还有豆瓣酱，最后红黄椒、葱花煨煮，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干烧大虾。明虾又大只又新鲜 ，Q 弹多吃。非常值得采购一下。还有这一道蒜香龙虎斑鱼片，将鱼片煎到金黄色，铺上爆炒过的蒜片、油葱粒，年菜上桌，好看又美味。因为我太太是客家人嘛，所以他们吃的口味是比较重一点，像什么姜丝大肠啦、客家小炒之类的。那基隆因为海鲜多，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像说我们渔会都提供很优质的海鲜，有像什么花枝丸之类的，所以我们都特地买回去吃。春节过年，家家户户准备年菜，许多婆婆妈妈都很担心，要忙着上菜，就是要去准备食材啊，去市场买菜啊，然后还要清洗啊，真的很麻烦，很累。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基隆区渔会请来大厨教导民众如何学会10分钟上菜，利用渔会年节的海鲜礼盒，制作围炉餐桌上3道最常见年菜。平常都是清蒸过后就直接上桌，可是经过这样的烹饪方式，那可以更把它的鲜味提出来。过年大鱼大肉，海鲜更是少不了。有营养师背景的市议员许瑞慈也分享营养知识。天然的鱼类富含 Omega-3， 那每日呢，我们建议能够摄取300毫克的 DHA 跟 EPA。那龙胆石斑它这只鱼，它只要是100公克就可以达到每日所需的 DHA 跟 EPA 的含量，那非常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跟血管的健康。一桌你大概回家真的处理到1个小时就可以解决整桌的就全部可以上菜了。因为你不可能只有单煮一样啊，你可以清蒸，可以煮汤的，旁边的2个锅子在一起用的话，大概4样菜的话，1个小时内你就可以解决，很方便又实惠，而且我们要让顾客买得安全，吃得放心。过年还剩下不到1个月，家庭主妇准备年菜，不妨选择海鲜礼盒来做年菜，不仅省下准备时间，也能够吃得健康又美味。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年关来到果菜市场，有民众发现其中一间水果摊，顾店的竟然是一只麻叶。
年关就快要到了，很多民众都来到果菜市场采买生鲜蔬果，好过年。但是有眼尖的民众就发现，这家水果摊顾店的居然是一只老鹰，让不少人停下脚步来拍照，也好奇市区怎么会出现这难得一见的猛禽。老鹰好看，特别。有没有看过老鹰啊？没有。第一次看到，很新奇，老鹰啊，很难得看到老鹰。他在顾店吗？没想到居然可以在市场遇到老鹰，对啊，这可能是新老板哦。原来老鹰的学名叫利翅鹰，它的主人就是水果摊的老板。闲暇之余想养宠物，经过打探之后，发现有人养老鹰，好奇之下开启了他的饲养之路，而且还帮老鹰取名叫做 A 玛，现在也成为果菜市场上招来生意的活招牌。养个不一样的宠物，这样觉得蛮新奇的。我主要在这边做生意啊，就是把宠物带来这样。让他站在这边啊，就让他在这边看，这样当做一个招牌。台湾有开放5种猛禽可以饲养，啊，这个是其中一种可以饲养的，叫利翅鹰，它就比较属于比较独立的，所以它就不会说可以一直互动，像这样磨，平常它就是站着。他们比较像伙伴的关系这样，就是训练好，你们跟他培养好默契。你给他一个指令，他就会知道要做什么。饲养管理上要比较严格一点，训练好的话就可以去放飞，野外放飞运动，当做平常的训练。然后有时候也会去田里面帮农民赶一些害鸟。不只是顾店，现在连高雄市立动物园也找上老板一起配合，深入偏乡做公益，让小朋友看到难得一见的猛禽，发挥最大的鼓舞效果。偏乡儿童的学校带他们去参访这样。对啊，就带着老鹰去给他们看，然后跟他们互动。小朋友看到都很兴奋啊，他们都发疯了。由于老鹰是鸟中王者，性格孤傲，因此想来拍照打卡的朋友，建议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观看，一样可以欣赏到鸟中猛禽利翅鹰王者不凡的英姿。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在这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是杨顺怀，咱再会。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4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4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